水花唔關體型事，最重要入水嗰陣，身體同雙臂伸直，同水面成90度。盛世奧運體無線。根據排球球例，球員可以用身體任何部分擊球。睇奧運排球，頭頂腳踢嘅場面隨時出現嘅。乒乓球開波要拋高最少16厘米，拋嗰陣仲唔可以落西。盛世奧運體無線。平衡木得10厘米咁窄，運動員要做翻滾、空翻嘅動作，壓力好大㗎。盛世奧運體無線。